今日同大家分享一個非常之實用嘅資訊。如果你正在打算，又或者已經喺大灣區過緊退休生活，無論你係邊一個年齡階層，對醫療服務都會有一定嘅需求。今日呢條片會同大家分享一下點樣用一個大部分人都可以負擔得起嘅成本，而獲得一個比較全面嘅醫療保障。今集嘅內容非常之實用，仲會有相關嘅連結二維碼俾大家。有興趣嘅朋友仔，千祈唔好行開啦！Hello， 大家好，歡迎收睇呢個頻道，我係你哋嘅主持人 Angela 安琪兒。今日主要會同大家介紹兩個喺大灣區嘅醫療保障計劃，分別係政府嘅醫療保障計劃，即係我哋俗稱嘅醫保，同埋另一個係由政府主導嘅公益性惠民項目，叫做大愛無疆。依家首先會同大家介紹一下政府嘅醫保計劃，分別會同大家睇下佢嘅保障範圍、參加資格同埋參加辦法係點樣。我哋港澳人士購買嘅時候要選擇城鄉居民醫保，一年嘅費用就係需要539蚊。至於保障範圍，普通門診係會幫你支付80%嘅費用，至於住院方面就會幫你支付90%嘅費用，每年度最高係會賠償40萬。由於我自己係居住喺珠海，所以以下嘅內容將會以珠海作為參考資料。依家我哋就睇下要喺珠海參加醫保嘅條件係啲乜嘢。首先，大家需要喺珠海居住，無論你租樓定買樓，只要你攞到居住證之後就可以購買醫保。同埋要提下大家，如果你買呢一個城鄉居民醫保嘅話，你喺珠海係唔可以做嘢，因為如果你有做嘢嘅話，就應該參加職工醫保，而唔係購買城鄉居民醫保。而購買嘅時候有一啲地方係需要注意，例如每一年只可以喺9月至12月呢幾個月裏面交保費。如果你係第一次買嘅話，你都只可以喺呢幾個月裏面去辦手續，同埋第一年買嘅時候，嗰份保單會喺你俾咗錢之後3個月後先至生效。舉個例子，假如你係2025年9月去買嘅話，你記住要同職員講清楚，你係想買25年定係26年嘅醫保，否則你就可能會白白俾多1年嘅保費啦。講完邊啲人可以買，依家就同大家講下可以點樣買。大家可以喺畫面上面呢一啲微信小程序上面買。如果想網上辦理嘅話，可以去畫面上面呢一個服務平台嗰度辦理。不過因為我哋始終第一次購買，唔係好清楚嗰個流程，所以我哋選擇咗第3個最穩陣嘅方法，就係親身去現場揾職員幫我哋處理。大家去之前記住事先上網攞咗籌先，如果唔係就會白行一趟噶啦。同埋記住帶實體證件、回鄉卡同埋居住證，成個過程非常之流暢。除咗等候時間，其實辦證時間只係需要幾分鐘。辦公時間可以參考畫面上面嘅資料。俾完錢，大家仲有一樣嘢要去做㗎，就係要去銀行嗰度辦理一張醫保卡。大家可以去任何一間銀行，唔一定需要去你哋有銀行戶口嗰一間銀行都可以辦理㗎。我有本地朋友提我，一般比較大嘅銀行，例如中國銀行、農業銀行等等，佢哋嘅人流比較多，等候時間會比較長。大家可以選擇另外一啲國有銀行，例如華潤銀行，等候時間可能唔使咁耐。同埋仲有一個 tips 俾大家，就係一般銀行辦理需要1個月先至可以攞到張卡，同埋嗰啲相片係需要回執嘅。但係佢哋可能會有個別銀行嘅職員1個星期會有1日駐守喺嗰個社保大廳嗰度幫人即時辦理，而且嗰張卡係可以即時攞到㗎。所以大家俾完錢之後，可以向嗰度嘅職員查詢一下有冇相關嘅資料。辦好晒手續之後，如果唔好彩，大家需要使用呢個保障嘅話，就需要了解一啲理賠上面嘅事情。因為喺住院賠償方面，會根據唔同醫院嘅種類會有唔同嘅墊底費。1級醫院嘅墊底費係300蚊，2級醫院嘅墊底費係500蚊，而3級醫院即係我哋平時簡稱嘅3甲醫院，佢嘅墊底費就係1000蚊。假設大家需要入院做一個手術，出院嘅時候需要買單3萬蚊。大家如果有買醫保嘅話，出院嘅時候就唔需要首先攞咗3萬蚊出嚟，然後再去做一個索償嘅程序，因為醫院喺系統嗰度會睇到你買咗醫保，所以買單嘅時候你只係需要俾翻2-3千蚊就可以走得，便利度非常之高，亦都唔會為大家造成財務負擔。跟住落嚟就要同大家介紹一個由政府做主導嘅公益性惠民項目，叫做大愛無疆。呢一個計劃佢係由政府做主動嘅附加補充醫療保險，佢會同基本嘅醫保銜接。呢一個計劃嘅特色就係佢嘅保費非常之平，一年只係需要190蚊，而且佢嘅保額都算幾高，最高嘅保額係可以達到259萬。因為佢投保嘅門檻比較低，而佢嘅覆蓋範圍都比較大，所以可以惠及到唔同階層嘅市民。截至到2024年5月，淨係珠海都已經有111萬人投保咗呢一個計劃啦。當中參加咗呢個計劃嘅港澳台人士一共有3.48萬人，比2019年係增加咗5倍啊！點解越嚟越多人參加？
喺我同大家介紹呢個計劃有啲乜嘢吸引地方之前，一齊睇下有啲乜嘢人可以參加。以下嘅內容我哋繼續用珠海嚟做一個例子，基本上只要你參加咗珠海市嘅基本醫保嘅話，就可以參加大愛無疆。但係如果你冇參加珠海市嘅醫保計劃嘅話，只要符合以下4個類別嘅人，亦都可以參加大愛無疆呢一個計劃。對我嚟講，呢個計劃最吸引嘅地方就係佢不限年齡、不限職業同埋不限你過往嘅病歷都可以購買㗎。因為我哋平時買嘅醫療保險係會跟住你嘅年齡增加，你嘅醫療保費係會一路增加㗎。而且年齡係有一個上限，當你到咗某一個歲數就唔會受保。同埋一般嘅醫療保險，如果你購買嘅時候有一啲已知嘅疾病，基本上都唔會再受你嗰個疾病。但係呢一個大愛無疆嘅計劃就完全冇呢一啲顧慮，年齡方面並無上限。換句話講，無論你幾多歲，你都一樣可以購買。同埋無論你幾多歲開始買，你每年都係只需要俾190蚊咋。再加上無論你之前有啲乜嘢已知病歷，呢個計劃係一概會受保㗎。你話係咪好吸引呢？跟住落嚟就同大家睇下2025年嘅保障內容。呢個計劃同醫保一樣有一個墊底費，如果新購買嘅話，墊底費係需要2萬蚊；如果續保夠3年之後，墊底費只係需要俾12000蚊，賠償額最高係90%，上限係150萬。因為佢嘅墊底費比較高，所以我自己就覺得如果加埋醫保一齊用呢一個保障嘅話，自己需要俾錢嘅部分就比較少，個保障度就相對提高。同埋佢對於一啲惡性腫瘤嘅自費藥、罕見疾病嘅自費藥，又或者一啲惡性腫瘤或者復發時候會有一啲 PET、CT scan 嘅檢查，亦都係會涵蓋到。詳細內容大家可以睇返畫面上面嘅資料，我就唔詳細解釋啦。我特別想講嘅就係同我哋港澳人士相關嘅港澳藥系通資料。我哋港澳人士喺珠海指定嘅醫院使用獲批嘅港澳藥系，費用累計1萬蚊或者以上嘅部分，佢會賠償60%俾你，而保額係達到30萬。至於喺邊一啲醫院可以使用，我會喺片尾嗰度同大家分享。如果想購買，可以通過線上或者線下購買。同買醫保一樣，我哋都係去社保大廳嗰度揾專人幫我哋處理嘅。其實呢兩個計劃加埋1年嘅保費只係需要729蚊，但係對於我哋喺大灣區居住嘅朋友嚟講，嗰個醫療保障涵蓋範圍都可以話相當之廣。除咗保障金額之外，我覺得大愛無疆呢個計劃最重要嘅就係佢做到3不排除嘅原則。3不排除，即係話不排除老人、不排除病人、不排除已經有重大疾病嘅人員。咁即係話，就算本身身體狀況欠佳或者已經有過往病史嘅人都可以投保。所以我係真心推薦呢一個計劃俾大家。跟住落嚟就同大家分享一啲實用資訊。如果有需要嘅朋友仔，記住 cap 低佢啦。如果你覺得今日嘅資料對你哋有幫助，記住分享出去，可以幫助更多有需要嘅朋友仔。今日嘅分享就嚟到呢度，我哋下期再見，拜拜。